喺平日嘅生活裏面呢，我哋用嘅念以分別心去觀察同埋了解事情，判斷事情係咪合理。嗱，呢一啲都係正常同埋有必要嘅。咁但係當分別心變得過分強烈嘅時候呢，就會喺處境裏邊產生各種煩惱、執念，甚至乎引致憤怒、爭執同埋仇怨。就好似今集嘅主角黃先生，佢今年40歲，細個佢屋企就會教導佢要堅強同埋獨立。咁長大之後，佢就忘記咗要將情緒正確咁樣表達出嚟。經過多年嘅辛苦工作，佢成為咗一間跨國企業嘅管理層。雖然佢已經坐響領導嘅位置上，但係黃先生嘅老闆亦都會間唔中指出佢工作上面嘅不足。咁好多時，黃先生都會接受唔到，同埋感覺好難受。咁所以佢會將呢一啲過失推卸俾其他人，埋怨自己懷才不遇，仲調翻轉過嚟指責佢嘅老闆。嗱，隨住時間嘅日積月累啦，慢慢黃先生已經俾呢啲憤怒嘅情緒所佔據晒。下屬亦都因為咁樣而避開佢，令到雙方嘅工作關係變得疏離。咁直到佢嚟到佛法心靈輔導中心，喺輔導嘅過程裏邊，黃先生透過認識佛陀兩支箭嘅義理，認識到第一支箭係人哋對佢嘅評價，而第二支箭就係自己嘅責備，令到佢不停咁樣受到痛苦。經過多次嘅靜心練習之後，黃先生開始能夠分辨到，原來痛苦嘅根源並唔係嚟自人哋對佢嘅評價，而係嚟自於自己唔理解同接受自己。咁同時，佢亦都會體會到憤怒嘅情緒並唔係永遠唔變嘅，而係可以一直轉化。呢個時候，佢終於明白到要處理痛苦同埋憤怒，關鍵係改變自己，而唔係改變人哋。響以前，黃先生比較執着自己嘅諗法，而家佢理解到自己並唔可以控制其他人對佢自己嘅評價。咁加上其他人嘅評價亦都唔代表自己，唯有重新調節自己嘅諗法，放低偏見，先可以解決困擾。喺輔導嘅後期，黃先生佢話，當佢發現人哋嘅評價係無常，係控制唔到嘅，佢輕鬆咗好多，因為唔需要再強求其他人嘅欣賞。佛法中嘅無分別心，並唔係指是非不分，而係指深入理解到事情嘅本質都係由因緣和合而生。當我哋透過正念嘅覺察，全面了解事物，以至大多數嘅情緒感受，都係由唔同嘅原因所導致，就唔會令到自己嘅諗法過分極端。眾生皆有佛性，願有緣睇到呢一段片嘅你，能夠透過學習放低分別心，重拾安心自在。輔導中心嘗試將佛法結合心理學，將2500多年嘅智慧融合成適切嘅現代心理治療。如果你正處於情緒困擾、家庭、事業、學業嘅壓力影響，希望從佛法理解人生，將煩惱轉為心靈智慧，請聯絡我哋。我哋嘅熱線服務係31626388。